嘅掌聲啦，同埋咧就係亦都影翻幾張相啦。我睇完頒獎之後咧，亦都係跟住落嚟咁開始又會進行一啲總決賽比賽。咁啊緊接咧就會係有女子嘅200米蝶泳。頒獎儀式到此結束。咁啊，然後今日咧就仲會再有男子200米蝶泳嘅頒獎儀式啦。咁啊，再跟住亦都有男子200米嘅個人混合泳嘅。咁啊，2個鐘頭嘅游泳嘅決戰時刻啊！咁跟住落嚟嘅女子200米蛙泳就會見到香港嘅代表楊海晴啦，亦都仲有非常之有名氣嘅運動員就係張雨霏會代表江蘇隊出戰嘅。咁何詩蓓咧，其實對香港游水嘅小朋友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好正面嘅榜樣嚟嘅。因為佢個比賽嘅嗰種穩定性啦、心理個比較強大嘅嗰種發揮啊，都係值得後邊嘅後生嘅運動員學習嘅。而家嘅泳池游水真係見到多咗小朋友學游水嘅，真係。即係可能佢哋未必有特別租到啲線道啦，咁但係都好多即係教練啊，咁就會喺度教啲小朋友啦。係。咁都係每次即係。我諗香港嘅中學嘅學界嘅氣氛都係相當之好嘅，係。以前我哋好難想像香港可以喺游水啲項目出到一個即係世界最頂級嘅運動員。而家睇到真係有咁嘅可能。咁當然要多謝香港，亦都多謝愛爾蘭啦。我女子200米嘅蝶泳嘅比賽，咁啊準決賽亦都有2組嘅。咪其實亦都有交代啦，世界紀錄就係2009年劉子歌去創下嘅。特別要留意咧，就係2號線道咧有我哋香港嘅楊海晴。咁呢個係第一組。